Hello，咁啊，因為許願去睇塔羅啦，咁啊，始終都逃唔過要講野花噶啦，所以我哋6月用野花嘅主題去講你嘅6月嘅運氣，你係邊個啊？你係天秤啊？天秤座野花當然係林憶蓮小姐嘅一個專輯啦，我就係真係趁住呢個機會啊，因為佢嘅 Resonance 嘅演唱會咧好成功咁喺各地喺度巡演緊咧，大家都可以買飛去睇，何況係咁成功嘅一個演唱會，咁所以我哋就將幾件事擺埋一齊，就用野花嚟做一個主題，仲有我啲好靚嘅野花牌。咁啊，睇下天秤座你嘅6月咧，會係有啲咩野花去令到你更加漂亮、更加美麗。Morning Glory、Fresh Start、Joy 呢隻花就係屬於早上嘅花，幾咁靚。Iris 哇，Iris 就係我哋成日都會買嘅花啦，好靚嘅紫色啦、紫藍色啦、陳百強嘅顏色啦。Intuition、Communication， 所以你6月咧，天秤咧，你可以 expect 自己咧溝通能力啊，你嘅直覺嘅感覺咧，好強到點咧？強到你會有啲新嘅開始，係因為你呢個溝通能力同埋你嘅直覺係咁強咧，而有呢啲新嘅開始嘅。睇落去 Monk Shot。咁但係呢個新嗰啲開始，因為佢係新咧，咁會有啲 mystery 啊，有啲你唔係睇得好通嘅秘密啊，或者係一啲暗瓦底裏邊嘅一啲消息，或者一啲反正你睇唔通嘅物體啦，咁佢需要你去保護自己，保護自己，因為你睇唔通嘛，所以你要保護。但係你唔使驚啦，你有 ancient knowledge 經過，咁呢隻花俾到你長壽嘅能量之外咧，健康嘅能量之外咧，亦係俾到你一啲保護性嘅能量。經過一個好保護嘅一種花，你攞咗4張花喎，比其他人攞多咗1張。天秤座，我唔係特登㗎，佢跳出嚟咁就係咁咯。Justice，你因為你有一個新嘅開始。呢個新嘅開始係一個逃不過嘅一個新嘅開始，係個好嘅新嘅開始，係你嘅 karma，係你嘅因果，好公平嘅開始。因為你睇 Ace of Cups， 一個新嘅開始，新嘅杯，滿滿嘅杯，令到你呢個小朋友咧，即係你個 energy 一個小朋友啦，攞住把寶劍可以隨意咁樣去揮呢把寶劍，唔好殺到人就得啦。代表你係學緊嘢啊，喺度學緊啲新嘅知識啊，哪怕面對緊有一啲嘢係睇唔通秘密嘅喺前邊，但係因為你嘅溝通能力咁強咧，你就攞住你把寶劍咧，可以一路殺落去咯，咁令到你有個新嘅開始。呢個新嘅開始，天秤座你，我覺得啊 Morning Glory 諗下幾咁燦爛，幾咁光輝，幾咁有能量咧？呢個 Morning Glory，因為我又好中意早上嘅人嚟嘅。Page 冚唪唥都係新能量。天秤座嗱，我就話一路都同你哋講係冇湊巧嘅，冇呢個地球係冇，呢個宇宙係冇湊巧呢樣嘢。所以你啲牌完全係新嘅能量。2張 page 牌，好公正地，一定要好公正地，因為呢個亦係你嘅因果循環，令到你面對住你呢個新嘅開始咧，用新嘅能量思想佢，同埋去感受佢。因為呢啲新嘅嘢裏邊，點解嗰個溝通牌出現咧？係因為如果你溝通得唔好咧，你會有啲鬥爭嘅劍嘅鬥爭，五把劍就係因為你溝通得唔好咧，你一定要靠直覺。去令到你嘅溝通人與人之間嗰個關係咧做得更美好，咁就有6個金幣。你只要有呢個 Iris 嘅能量，呢個野花 Iris 嘅能量咧，你就可以避過呢個5把劍嘅鬥爭咧，直接去到6個金幣嗰種公平啊同 justice。係呼應嘅嗰種公平，嗰種平穩，嗰種大家有3個金幣分啦，你分3個，我分3個，你有幾開心咧？只要你好好地溝通，咁你咪大家去享受呢個成果咯。因為呢個成果反正係一個全新嘅東西，咁點解要喺呢啲 mystery 嘅能量裏邊驚住會俾人哋傷害，而唔去攞住好似 Ginkgo 呢啲咁嘅非常之有營養嘅花嘅能量，再去成就呢個 Morning Glory 嘅美麗，令到你個新開始係充滿住喜悅，充滿住滿足，充滿住開心。恭喜晒天秤座！